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日嚟到港景峰為業主進行全屋鋁窗維修同防漏工程。師傅到埗首先會鋪上帆布保持地方清潔，然後逐一拆窗褥搬到走廊或者後樓梯更換配件。可以見到配件已經出現嚴重嘅氧化情況，除咗因為氧化出現嘅白色粉末會影響到美觀之外，最重要係會影響到鋁窗嘅安全性結構。若然遇到颱風或者惡劣天氣，鋁窗就會承受唔住有跌窗嘅風險㗎啦。所以要定期進行鋁窗檢驗，確保鋁窗安全，咁樣大家就放心啦。做防漏工程嘅時候，師傅都會做足安全措施，無論係業主家居嘅安全，定係施工時候嘅安全，同樣重要。簷篷位置足夠，可以加裝埋擋水濾角，阻擋雨水流入窗口。工程完成。